《華爾街日報》話，持白卡成年人有60%唔工作冇收入，呢個就係需要改革嘅理由。話若果陷入政策嘅鬥爭，就錯失咗呢個機會啦。《華爾街日報》編輯委員會社論喺14日指出，俗稱白卡 Medicaid 嘅聯邦醫療補助計劃參加者當中，平均每10名身體健全嘅成年人就有超過6個人係冇工作冇收入。呢個就係需要改革白卡嘅道理。社論指出，共和黨上個禮拜喺聯邦眾議院通過預算大綱，接落嚟就係推出具體嘅細節。呢個都可以話一世代先至有一次嘅政府改革嘅時刻。如果陷入咗政策嘅鬥爭，就錯失咗機會㗎啦。服務對象就係低收入嘅族群，所稱嘅白卡計劃 Medicaid， 而家每年花費超過8500億美元。華爾街日報就指出，喺左派陣營同媒體嘅威脅之下，共和黨就唔敢處理白卡計劃失敗嘅。就連特朗普政府都出現態度有動搖。但係共和黨如果喺道德嘅角度去出發，都係可以喺白卡改革嘅辯論當中勝出嘅。智庫機構名為政府問責基金會一個報告就指出，喺白卡嘅參加者當中，平均每10名身體健全嘅成年人就有超過6個人係冇工作冇收入。華爾街日報就指出，選民成日都將呢個白卡咧就視為係一啲嘅低收入嘅孕婦啊，或者有身心障礙嘅民眾一張屬於安全網嘅卡。但係前總統奧巴馬可負擔健保法叫做 Affordable Care Act， 就令到白卡計劃就擴大，變成係處於勞動全盛嘅年齡啊，冇仔女嘅成年男子一個永久嘅福利。根據政府問責基金會攞得23個州嘅白卡計劃主管嘅單位嘅資料啊，有幾百萬名參加白卡嘅身體健全嘅成年人係拒絕工作嘅。對於美國經濟文化都造成衝擊嘅。社論亦都指出，民主黨就批評要求享受白卡福利者咧就必須要工作，係令到美國人淪於一個契約嘅奴役咁話嘅。但係共和黨喺2023年版本嘅白卡工作要求就相當簡單啦，只需要每週工作20小時就得，參加就業或者用義工培訓都可以計算嘅。社論指出，某啲嘅共和黨人就擔心，響白卡需工作呢個要求，恐怕令到一啲所謂 MAGA， 即係讓美國再次偉大呢啲 MAGA 嘅男性選民有所疏遠，即係唔投佢票啦。不過咁嘅觀點就缺乏咗政治敏感度啦。根據非營利醫療研究團隊叫做約瑟家庭基金會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簡稱 KFF 最新嘅調查，原來有62%嘅選民係支持白卡工作要求嘅。如果以政黨背景咁去區分呢，民主黨人就有47%嘅人支持白卡工作要求，至於獨立選民就有60%係同意嘅，共和黨員就有82%贊成。你認為呢？攞白卡嘅成年人、成年男子60%唔工作冇收入，哇！咁邊個俾啲錢佢啊？咪納稅人？